咁不如我哋分析題目啦。今日先分析題目，究竟邊個重要啲？嗱，我哋睇 paper one 啊。咁啊，頭先講咗歐洲市啦，歐洲市就年年都出咗巴黎和會啊，跟住講咗出出埋極權啦，希特拉墨索里尼啦，就冇出希特拉近幾年啦，冇出希特拉，講埋美國國聯啦，冇出華盛頓。冇出嗰位海格伯利安，冇出嘅。嗱，好耐嘅時候，歐洲史真係好耐啦，2014年啦，14啦，咁跟住再後少少前10年啦，咁巴黎會啊都係巴黎會，跟住咧2015年啲巴黎會啦，2017年咧就都係講緊英國法國嗰個法國嗰個態度啊，法國喺戰後嘅態度。跟住咧，巴黎會冇好耐冇出過出政策啊！睇一睇，好耐冇出過出政策，亦都好耐冇出過嗰個裁軍，唔係從未出過裁軍會議，係從未出過嘅華盛頓啦。咁歐洲史你再諗諗啦，睇下，哎呀，sorry，係歐洲史你再諗諗，諗諗嗰個歐洲史再諗諗，究竟會出啲乜嘢啊？嗱，我再分析翻啦。咁不如咁簡單分析翻簡單分析翻個究竟其實邊啲題目會出啦？嗱，首先論述題先啦，亞洲史先啦，不如係咪香港史先啦？香港史近期啊，論述題啊，論述題誒唔係年題嗱，我講過啦，政治史就難出噶啦。咁咧出親都而家會出華人組織，2024年前年啦，2024年出咗華人組織，咁應該都唔會再出啦。咁唔會再出，佢就會講緊類似可能如果講出政治㗎，出政治就會講緊咧，就出戰前嘅香港嘅英國喺喺英治期間，究竟會唔會係一個獨裁咧？係啦，啲港督大晒啦，啲所謂叫行政主導啦，係啦，港督係權力僅次於上帝啦。如果你記得仲係嗰個啦，咁啊行政主導，咁記住溫和。咁不過嗱，上年就出咗啲自由貿易政策，好鬼專啊，好難答。咁咧，咁好彩嘅就係好少會前一年係好專嘅，跟住再嚟多次，整多次玩死你，整多條咁專嘅題目嘅，所以年年都唔係好少會咁嘅。咁我放大啲啲俾你睇啦，係啦，放大少少啦。咁啊亞洲史咧，其實最易答嘅一定係日本史噶啦，就唔係香港史嘅。咁香港史咧，咁嗱順住啊，2024年咧就出咗條華人啊。嗱，佢好易噶呢個華人組織，咁咧講緊一啲華人精英啦，啲直至41年啲周壽臣啊，嗰堆咁嘅人啦，係啦，第一周壽臣啦，何東啦，係啦，咩記住嗰堆咧，咁啊第一個華人嘅行政局議員啦，咁啊要你記得啊，周壽臣啊，係啦，咁啊跟住啊，係啦，咁仲有嗰堆人啦，咁啊嘅另外華人組織就係東華三院啊，咁屯王閣啊，咁咧全部都喺本書有嘅，係啦，不過機會少啲啦，咁所以出招題會好多啲，跟住就出經濟啦，哇呢個易嘅，經濟發展帶來都市化，都市化促進經濟，咁咧呢個係有少少吹嘅，係啦，啱啱佢就問你呢個說法啱啱啦，係啦。你答佢啱又得，答佢唔啱又得嘅。啲經濟發展帶嚟都市化，講緊係50年代開始，講緊個新城市嘅政策啦，係10年建屋計劃啦，咁類似啦。咁啊現代化，記住一定要背現代化，咁好中意現代化，以前好中意現代化，不過而家少咗。呢個係講緊現代化其中嘅都市化啦。咁再上啦，有啲好專嘅題目啊，好少溫嗱，但係睇一睇。2021年出咗條亞太角色，已經5年冇出啦，咪4年啦，你當計埋上年啫。
咁今年究竟會唔會出亞太角色咧？所以小心啲溫埋佢好啲。如果你係溫香港事啊，的士好緊啦。佢嗱個角色咧，俾個名得噶啦，俾完個名佢做咗啲乜得噶啦。呢啲題目係背書題，你俾到個名佢做咗啲乜咁得噶啦，係啦。跟住再上少少就係中港關係啦。咁好中意中港關係，近年好中意中港關係啊。上年出咗條好專嘅中港關係啦。今年究竟會唔會出咧？係啦，再上一年就好深啊，就佢話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有着強烈嘅中國身份認同，同日漸強大嘅香港人身份認同。咁你有中國人有香港市人啦，佢哋當年點解咁特別咧？2018年，再前少少係有個研究嘅，就話係唔係有個香港人同中國人嘅身份嘅調查嘅，咁咧所以就出咗條咁嘅題目，咁都難嘅，係啲好專嘅題。咁跟住蛻變，咁就易啦，記住蛻變係轉捩點題目，啲佢有冇變嘅啫，前中後咁樣去解啊。咁既然嗱，我都講咗啦，上年出條咁專嘅題目，出咗條社會經濟嘅，咁跟住再上係出咗政治嘅，再上係出經濟嘅，再上係出亞太角色啲文化經濟。好啦，咁究竟出咩？你自己衡量下。究竟如果香港市嗱，肯定唔會專噶啦。我都講咗啦，佢既然一年出咗專嘅題目，咁今年就應該唔會出啲咁專嘅題目噶啦。咁兩道題嘅話，咁咧你就穩陣啲啦，同我溫咗香港嘅政治啦，啲49年之前唔係華人喎，因為2024年出咗喎。咁你可以溫埋華人嘅，因為佢都連帶華人噶嘛，行政主導啊，跟住港督嘅角色啊，同埋華人嘅機構啊，有組織嘅參與啊，團房局啊，例如保良局啊，例如東華三院啊，做咗啲乜嘢喎？係啦，咁呢啲唔係好難嘅，你可以溫嘅，嗰度唔係好多版嘅啫。係啦，好，跟住頭先講咗啦。亞太角色小心留意一下。咁咧雖然嘅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出咗啦，跟住經濟發展，咁咧呢個係經濟發展啦，跟住都市化都係經濟發展啦，再上又係經濟發展喎。不過經濟發展都有啲機會嘅，就係講緊嗰啲國際城市啊，國際城市同埋咧嗱，呢個就出咗嘅，就係講緊行政主導。不過個特徵，行政主導只不過係其中嗱。如果見到啲小心啊，同中國關係嘅特徵唔係行政主導，講錯啊！呢條題目係講緊同中國嘅關係，啲好定壞啊，密不可分嗰樣嘢啊，係啦，就冇講話政治嘅特徵啊。好中意講中港關係嘅，前幾年，前幾年都好講中港關係。咁究竟有冇中港關係啊？咁我成日都好強調噶，呢幾年都好強調，即係中港關係會提嘅，係啦。話中國點樣促進咗香港嘅經濟？係啦，點樣促進香港嘅經濟咧？中國因素係咪好重要？嗱，又就唔一定可以評論中國因素好重要嘅，就點如何咁好直述嘅。好，香港史就係咁啦。咁中國史就小心啦，留意下。咁咧嗱，你見咧上一年就出咗條經濟角度探討啊，毛澤東啊，鄧小平鄧小平之前啦，就唔講冇出鄧小平喎。咁機會咧，順住落去啦，你哋睇下就知噶啦。咁2025年啦，跟住2024年就出翻上面啦，就探討共產主義呢個直屬嘅。咁咪當年就好開心嘅背書題，中史背書題，共產主義革命不同嘅特色，你俾嗰個特色佢，跟住講俾你聽嗰個時期點發展得噶。共產主義啲共產黨點樣發展啦？係啊，跟住世點發展啦？跟住嗱，再上少少。2023年就討論佢同亞太關嗱，呢幾年咧，因為成日都冇出過亞太關係，所以好中意講亞太關係。嗱，香港史頭先講咗，2003年就出咗亞太關係啦。香港史又係啦，香港史咧突然間彈過亞太關係嘅。2021年會唔會日本史就未出過咩亞太關係嘅？係亞太關係咁嘅。咁而究竟日本史會唔會出亞太關係？因為
因為都仲有幾年就完啦，日本史已經冇㗎啦，咁會出係啦。咁我哋講埋中國史啦，快速中國史二戰啊，中國史講錯唔係二戰，中國史係啦。咁咧成日出上年出咗就毛澤東，跟住出亞太關係，跟住八搭咧就講鄧小平嘅，係啊，跟住咧再上啦就講毛澤東啦。咁咧咁跟住呢啲好中意講所以咧鄧小平就就有機會多啲，但係更加大機會嘅係1949年之前。咁呢堆咧而新嘅課程就好唔算好強調噶啦。咁咧就係講緊誒都會講嘅，會提嘅，就係辛亥革命啊、五四運動啊，同埋晚清改革啊都會提嘅，但係就唔係一個好重點啊。如果中國史嘅話，係啦，咁你就諗中國史會點啦。跟住嗱，日本史就易啊，頭先講咗，日本史一定易啊。日本史咧呢個上年出條正反論嘅啫。問佢點樣軍國主義擴張上，日本狀況比國際形勢更為重要，係咪咧？跟住再上一年啦，就講咧嗱，更加易。日本史真係唔係好專噶，問親都唔係好專噶。咁所以日本史係膽嚟嘅，膽嚟嘅。如果論述題嘅話，最多人答噶啦，一定。咁啊易啊，首3年10年同埋尾30年，阿施家英就講過呢條題目噶，佢都好高分嘅18分嘅，18分其實已經5噶啦。大約5啦，係啦。咁樣再上啦，再上就係講二次大戰導致日本極大嘅轉變。咁好啊，幾開心啊！前後轉變啫，啲軍國主義啊，走向非軍事化、民主化。以前就冇乜民主，植根而跟住民主植根於人民啦。咁咧跟住再上喎，22年咧就又係跨年代啦，不過直述嗱，成日都直述題嘅。就算正反合論都係問你軍國主義邊個原因，嗱又係啦。2021年軍國主義原因啫，跟2000年講緊美國嗱戰後嘅，不過戰後啊呢個擺錯位，係擺錯位，唔應該擺呢度啊。就戰後嘅日本係影響大啲啊，係啦，你認同日本妨礙日本發展大啲啊，定係促進咧？係啦。咁呢個擺錯位啊，係啦。咁咧嗱，反而所以成日都係出軍國主義嘅。戰前成日都出軍國主義，戰後就一定係講緊經濟發展噶啦。反而冇講過嗱，佢嗰出真係好耐冇出啊，唔係從未出過亞太關係啊。咁你最好諗一諗，係啦，OK，好，咁呢條 PP 卷出過，所以咧佢都再出啊2024年，好得意。好啦，咁東南亞唔好理佢啦。好啦，亞洲史就係咁啦。咁歐洲史講埋個冷戰啦。冷戰咧又係年年都出噶，25、24，除咗23冇出過。不過冷戰就易啲嘅，最難係賴到去2019年同18年嗰兩題啫。冷戰有多冷，你要定義到個冷字，跟住至可以。所以你個膽咧一定係1、2戰加日本史，再博多個你自己中意嘅課題，係你自己中意嘅課題啦。咁你自己自行決定自己中意邊個課題，博多個。好，講一講，咁咧講完 paper two 啦，咁咧講一講 paper one 啦。咁我哋講一講 paper one。paper one 咁咧，頭先講咗亞洲史。嗱，亞洲史上年出咗啲咩題目咧？上年就出咗條香港史同中國關係，都話好中意中國關係嘅，講緊制水係啦，東江水。因為有陣時上年其實我有提過嘅，但係冇出到，就係東江水原來咧已經咧幾多年歷史咧，就係公港咁啱啱好喎。係啊，東江水當年咧上年冇記錯啊，就係60週年，係啦，東江水60週，公港60週年啦。咁因為當時63年制水啊，跟住就有東江水啦。咁啊，內地擴張點樣去解決？香港社會在咁多程度上受內地影響喎，係啊。
哇！但係呢年咧就冇佢特登嘅，去到65年啫，就冇講到67年嘅，係啦。咁咧跟住佢係出咗條中國史，所以咧其實日本史個機會率有嘅，日本史所以一定要温，記住亞洲史嘅話，日本史係一定要温嘅。不過究竟係講緊軍國主義啊？嗱，軍國主義有機會出，不過個方向咧，可能咧就會變咗軍國主義點樣去破壞個世界或者亞太關係啊，係啦，同埋中國對中國係啦，咁 OK，好啦，呢度你見54啦，出咗條54，跟住講共產嘅，佢有少少講共產主義嘅，五四都話好強調共產啊，頭先都講咗啦，咁咧。上年出咗條招題五四運動同共產嘅關係，前年就出咗條論述題，2020睇下先啊，2020頭先講咗啦，就係共產主義嘅發展，係啦，共產主義嘅發展啦，係2024年啦，咁你見咧24、25年都係講緊共產主義嘅發展嘅。咁咧，咁啊好中意嘅共產主義，不過2年都出咗啦，咁你條機會咧就低啲啲啦，但係都有啊。跟住咁啊講講啊，亞洲史2024年，咁2024年就講咗香港制水啦，同埋中國五四運動啦，五四運動啦，跟住講歐洲史就講頭先講咗啦，就拜和會啦。跟住再講嘅就係冷戰啦，點樣睇啊？史泰林啦，再前一年，再前一年就出咗都係中國，就唔係五四運動啦，就講南京啦。咁因為嗰年我哋都貼嘅，我都貼嘅，就出咗多數會出南京，係好少會出啦。咁咧前一年就出咗南京，跟住出咗香港史，嗱2年都冇出日本史噶。新課程亦都飛優咗，抌走咗成個日本史嘅，所以咧你見啦，呢2年都冇出嘅日本史，跟住歐洲史又出咗，頭先講咗墨索里尼啦，跟住又係啦，出咗當年咧就出咗歐洲經濟合作，歐洲經濟合作而家就冷門少少啦，略略冷門少少啦，因為出咗招題嘛，不過你起碼都要有個 concept 啊，萬一佢再出，好啦，咁啊再上啦。2023年，咁你再諗諗嗱，出中國史，跟住咧再上一年又係出不過出晚清改革同埋五四運動嚟嘅，飽和運動啊，五四運動，2023年出五四運動，跟住出日本啦，嗱，終於出日本，我哋做過噶啦，好易嘅。咁記住，試下做埋俾我啦。2023年，我再擺上網啦，俾你哋睇下去做埋。跟住歐洲史就出咗美國啦嘅孤立主義同埋國聯啦，同埋日內瓦裁軍會議啊，日內瓦裁軍會議同羅家樂頭先講漏咗，羅家樂係有出嘅，係啦。咁咧，羅家樂但係華盛頓就少冇出過，不過講咗日內瓦公約同埋海格伯朗嘅公約啊，係啦，咁咧跟住講冷戰啦，再上係啊，2022咁啊，開埋2022先啦，開埋2022，開埋2022咧，你就可以諗一諗，究竟其實有啲咩機會咧？個機會率嗱，出咗日本啦，日俄戰爭嗱呢2年啊，2022、23年都出咗日俄戰爭，因為日本講錯係日本。咁啊，日本係好易嘅啲題目，跟住出咗條香港史人口啊嘅特徵啊，城市化，跟住出咗一戰，同埋好少出嘅嗱，我都講咗今年一定噶啦，4年唔好出啦，就係講緊天花疫症，係啦，咁今年仲唔出環境同埋所有內容，係啦，好再上少少啦，咁啊，我哋淨係睇多2年就算啦。睇咗2年咧，咁咧2021年出咗香港嘅永安啲現代化，係啦，經濟發展有多大用處啊？跟住出改革開放，跟住
出14條啊，啲講美國嘅孤立政策，係啦，跟住講巴黎和會，美國孤立政策同巴黎和會啦，啲一二戰啦，跟住就講冷戰啦，講可口可樂嘅問題啦，跟住講埋2020啦，係啦，二零二零嗱，2020咧，我哋再睇睇啦。咁你就去自己衡量下。2020出一條香港嘅政治史，好少會出啦，冇噶啦，基本上自從2000之後都冇再出過。咁政治史，香港政治史啦，跟住日本、中國同日本嘅關係呢年簡直係從此就冇再出現過中國同日本嘅關係，因為呢年俾人取消咗啊，呢個題目俾人取消咗。咁中國同日本帶嚟利多爾弊啊！咁跟住講緊香港嘅政治史啦，呢年簡直係好得人驚嘅，係啊，兩個都係啲好應該唔會再出噶啦，係啦。跟住第三條就出咗個鋼約，係啊，唔係係講錯，係出咗煤鋼共同體啲歐洲經濟合作，跟住出一戰，佢冇出一二戰同冷戰，好奇怪。佢冇出一二戰同冷戰，佢冇出一二戰之間一啲二次大戰同埋冷戰，佢出咗條一戰啦，同埋歐洲經濟合作2020。好啦，再上少少講埋最後啦，講埋最後咧就係2019年啦。2019年就出咗中國同華人嘅關係，中港關係啦，跟住講日本戰後發展，跟住講咩咧？就出一條冷戰啦，呢個好，呢個成日都見到啦，古巴導彈危機啦，跟住出咗條巴黎和會俾你睇噶啦，其實出嚟巴黎和會嘅，咁所以你見到啦，個分析大概係咁啦，咁大約係俾晒啲題目你去諗一諗，究竟其實會出啲乜嘢啦？咁2年冇出過日本噶啦，確實嘅。兩年都冇出過日本，究竟個機會率又冇咧？嗱，軍國招題啊，日本史就少咗啊。個佢對上一次已經23年啦，日本史就冇出，咁所以究竟會唔會出？兩年嘅招題冇出啦，咁出親都個二噶嘛，所以膽你應該溫一溫日本啦。OK，無論軍國主義、戰後經濟。記住溫一溫埋政治啊，啲自民黨好長期穩定啊，嗰啲因人口啊，男女平等啊嗰啲啊，略略都要提埋，因為論述題可能會提一提啦。係啦，OK，好，到呢度咧，我就略略分析咗呢個內容啦。誒、大約嘅 Paper One 同 Paper Two 個出嘅重點啦，咁招題其實都講埋啦。好耐冇出過5.2啊，係啦，5.2的是講緊最後，頭先我講咗呢度，我哋咁耐都冇出過個2022年之後，從未出過，已經4年啦，今年第4年啊，2022、23、24、25都冇出過，3年冇出過5.2，個機率真係超大，係啦，天花。冇講過，咁好啦，到呢度跟唔跟到？分清楚先。嗱，我又停一停，